的 Q。耶！赢了，谢谢。拜托换游戏。谢谢，谢谢。加上切给肉嘛。哦呦，你先戳的，而且你嘴好甜哦。切牙给吗？好甜哦。我觉得你还是去买一下那个神器好了。嘿，那你把你自己盖。我就会变得很神气。嘴巴讲，手要动啊，腿讲，手会痛啊，莫氣人。唔是緊張，甜甜咧，還有時間，還有時間，唔是緊張。就算第六公聽了，應該是不宜繼續做。好辣！我剛剛是發現你的青春期嗎？吸一口氣，吸一口氣。來，你先相信。剪刀山跳步。哦，張磊。但是他們很有默契，比我們快。人家就行走，你有做假壽司嗎？會嗎？唔係算到喂。片的嗎？哎，破片還是噴的？好，那等一下給你切。好，等下切挑係嗎？還是切塊？三角形。等下直接給你切。梗係香用嘅。走對，抖落去啊，香用嘅。抖落去餵它，倒進去。妹。太過了，比豬啊！倒到這邊的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按住所有錢，從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。今日又來到我嘅故鄉苗栗咯。苗栗也特別係嘅山上，其實你嘅一年四季啊都有都好嘅青菜果子哦。哦，譬如講就馬街啊。比如講今日嘅旅遊搶到嘅也就參水炸嘅就對大蘭來嘅。大蘭最有名嘅就係夾到嘅水果。哎呦，凍起台呢！真的像葡萄啊、水梨呀，對啊，各隻季節都有啊呢。苗栗好蔬菜，還產美女。真的。你兩沙是黑。真的。好啦，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劉雪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來謝你。還有盧準斌盧師傅，大家好。今年哈唔是問教母了哈，不用問了啦。打過來攞一份大家看一下，好。哇！哎，雞肉哦。椰肉、綠發菜。哦。又做乜嘅你？放起來用炒哦。哦。不過誰炒誰？雞柳就可能哦。不過今年會做嘅料理是係炝發菜來炒嫩雞。冇，唔錯，要比賽大家的炒功如何？對。好，三號輪你來分享到今日嘅參賽者，亦特別係表姊妹，牛米子，大家梅蘭子好意大利哦。歡迎。還有吼，咱最今日咪係表姐妹哦，中上放讓黃春梅，還有吳徐月嬌。歡迎。哦呦。苗栗真的產美女啊！我的拜託。對，不同年紀有不同的美。來看一下呀，特別係牛米子老一個梅蘭子哈。兩三年，哎，平常是有做料理嗎？有。係都去做相關的條路嗎？做傳統嗎？有。啊，梅蘭子咧？係啊，不過要噴做得到。如果要噴做哦，樣咧？我還有。噴做嘅。不過看嘢按細加咧，不過噴做嘅力氣要很大呢。秀出你的二頭肌來一下。沒有。沒有。好啦，今日比賽有信心嗎？有哈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門家好，今天真的是表姐妹的對戰哦。門家一兩沙吼，最為主嘅係乜嘅料理？滷豬腳。我的愛。哎呦，你講一頭。我就會做紅燒魚。都是他的愛啊。都可以。玩題目，完全沒有。好啦，今天吼我炒嘅嫩雞吼，未就信唔信啦吼？有。比賽就信心冇？有。好，馬上來即刻一個嚟比賽咯。木下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。本來係亞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今日要來教我們嘅遊戲咧。節目組如魔糖都愛欣賞的。怎麼了？如係鬼嘢靠。你要反敗為勝啊！好，要有意志力 ，OK？戰鬥力。走對嗎？我們有戰鬥力嗎？有。好，跟安樣嘅比。
你先来先好，因为เรา玉梅姐，还有เรา明珠，老民族，那老师也讲啊。哎呦，有默契，有默契对，好，OK，好，干掉啥先？来线来，来线来，好，玉梅姐加油喽！剪头杀头波我哦。是贵的巧风哦。好，箭头杀头布，一团面，一团面赢了咬牙切齿呢。好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陈勇，好来，你先开始哦，牛米姐。贵的跳。赢了，谢谢。拜托换游戏。谢谢，很强哦。我已经不知道连大概几集都输了。好厉害，对，厉害，来你都选我更厉害哈。谢谢。那我感觉让你转了，应该拜托你。剪刀石头布。哦，好来，好，转过来，前面。好了，预备开始，贵 Q。王一嘞，贵 Q。贵 Q。哦，谢谢。哦，来，公道自在人心。哎，你们俩都输在右手哎。真的呢，真的很默契。好啦，万一啦，拜托呀。冲掉还会比赛啊，主吹。跟人家 W 数会发现，都要 W 开始比赛咯。冇问題，準備一下。哇！好，來。準備很多食材呢。誒，先會做嘛嘅咧？蒜頭啊，我還以為說打亂。切蒜頭哈，好了，計時哦。哎，我切片還是切慢？切片嘿。切末。好啊，姐姐你越站越遠，是我要拿刀了是嗎？對，你要拿刀。我闪一邊給你。切末哈。哎，那切末就剁石頭了呀。剁啊，該挑先切。好咧，挑慢的，豌豆兒，來。你要小心哦。先撿一下哈。阿娘尾哦，阿婆，三開眼對吧？嘛，要剁個時間。我覺得你還是去買一下那個神器好了。這樣我就會變得很神氣。吹啊！嘴巴講，手要動啊，腿講手會痛啊，嘛氣人。你有切到嗎？有，躺在上鏡。哎呦，那麼快啊！百人組大戰，4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變好時候。誒，挺死的。好。要到 V 嘅後，等下先簽停咯。等下從工作台開始讓開始哦哈。好，先給你挨一片。好，你看挨啦，出出有用秘密武器。哇，你阿媽我也是。我也是。我叫阿羅一炒黑嘛。嘿，要切中的嗎？嘿，你看。哇。要不要吃看？等下他們總不能上選。可以哦。昨天上選。走的啦。那我們還是繼續做好了。好了，要切。要先切雞肉嘛。哦呦，你先戳嘞，你嘴好切切鴨雞嗎？好切妞。這個要怎麼切？切絲啊。好，切絲。好。結果我們玉梅姐退讓了。好，繼續開始。我沒有給他壓力哦。你用笑容看着他。沒有啦。要切絲。咩切絲咩？嘿，強盤的哦。唔怕，等下幾位切。我問一下吼，我看你都有準備很多食材，然後我都有改片冇強容呢。你阿媽嘅壽司啊？麻油炒雞肉下香。哦，還有就永遠就咖喱嚟講。紫蘇。對，紫蘇關加那個。關係哈，你下哈係秋天到冬天交換的季節啊。啊，紫蘇啊，關係都在治寒風、感冒，你看，還有血壓、降血壓，對，動作用途，還有一種秘密武器做都在做酸梅。哦，酸梅。哎，紫蘇梅。你知道為什麼我不要切雞肉嗎？那個一定要給你們展現刀工。真勁嘿。對。因為平常時就切雞翼吼，切起來。切給你。切人。雞翼，切雞翼吼，今天切起來冇強容啦。冇甜咯，食下這切嚟冇甜慳下醬哦。我倒數咧，糖多冇？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哦。到挨都有打在估計時間咯，時間是冇咧。哎。我看一下這個刀子的部分。你看冇咧，唔怕，因為你就還有幾分鐘。好，來繼續做。好，兩三強下做。好，強下做。好，計時開始。強下做，兩個鏡頭強下做。刀子比較。這個是鹹豆兒。沒做得切雞肉咯。你看希望看你切個雞肉。你要先啷起來嘛？你看係雞髀係嗎？咩？香布牛。
等下发出先通过吼，还是让注水了哈。哦9、8、等下咱就开始了。 6、 6、 4， 4、不用急，不用急， 2、好，咱那拉就开始。时候嘞啊，走在快时嘞，不用那么多，不用那么多。拉因为一住盘拉是做的嘞，哎，不是全部切的。我卤公嘛，哎，我嘛该了诶标嘛该，醬油醬油，還有還有嘛該该，玩，那该玩来卤跟咩啊。跟麻油，哦，跟那盘都来卤哦。沒關係。哎呦，哦，该嘛个有米酒嗎？有米酒，米酒，米酒，玉梅姐该嘛个粉，让大家讲一下。便宜粉，哦，哦，甜甜的度好，啊等，下過來哈。好，天天的唔怕，唔是都要緊。 5塊。他们还用哇，哎也用給你們喊太的哦。嗯。哎，我们拉不时候啦用皮那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刚刚去完那边之後，我發現到，我對韓劇只搭貼嘅芥蘭，芥蘭係做乜嘅用嘅？腌这个，腌哦个，兩個姐姐平常喺做嘛該條路咧？马干西都做，哎呦，例如說看帥哥嗎？没有那个帅哥不看，這個不是，這個只是看不算。美女。對，哦，款迷你，命做阿婆嘛？九个你9個歲是？子孙女，哇！ 9我个，老了呢，窮到嗎？含飴弄孫呐。那隔壁也在咧昨天，阿看一集婆咧，过了吗？阿婆做，你做阿婆嘛？你自己看那個比例。哦，現在滷狗嗎？啊，要那個該干要滷狗嗎？要卵拍啊，你要揀乜雞嚟滷？腌醃，還有乜㗎？調油，調酒。哦，冇強人嘅素材處理咯，你都要滷嘅時節冇加醃。還有乜㗎？米酒係冇？哎呀，哎，米酒好，香酒係冇？醬油個，你講聽是聽哦。好好，起鍋的時候再啊，來。起鍋上個好，我們先過去。副教輔，哎呦，你用班地最好是個副教輔呢。來，兩半年先過去哦。好，甜甜的走啊，來咧，哦，這唔怕唔怕。哦，現在做什麼？燙菜要用燙燃啊，打啲哎呀，豆丁吧，哎，跟年夜盲簽呢，姐姐，乜啊？紅蘿蔔咧風水梯哦。年夜盲簽咩？應該係乜雞？係乜雞？好，姐姐跟年夜盲簽，然後炒嘛，炒嘛。昨天昨天是唔來的哦。玉梅姐太有禮貌了，來走在走嗎？不是，他說可以煮的嘛啦。嗯，對啊，很有禮貌啊，羨慕過這樣走在。哦呦，我又看到車輪哦，兩妹妹車輪。買乜雞？聊菜，菠菜。來煲菜。哎，梅蘭姐，你挑前哦，你老公要追你的時候，是不是有唱過什麼歌啊？不曉得。我聽講你以後我看一下該該妞就熟嘛，因為劉謝玲劉師傅到了。唔是緊張，甜甜咧，還有時間，還有時間，唔是緊張。就算佢哋講聽咧，我是幫你繼續做。好辣！我剛剛是發現你的青春期嗎吸？一口，吸一口氣。來，先香水。哎，梅蘭姐，你挑前哦，你老公要追你的時候，是不是有唱過什麼歌啊？不曉得。梅蘭梅蘭，我愛你。那我沒聽了。這還蠻好笑的。麻油都香哦，啊，馬上告你切開車輪啊！不曉得，我自己學的。自己學的，寬天師哦。不用嘛，還沒開，還沒。哎，對，寬馬個節目你們的哦，寬一家自主好個切車輪呢。真勁哦！東北啊，你有沒有看我們的？的廚師周死鬼料理？對呀。哦，麻油的真白，哎，怪死，哦，我就比到個馬就跟梅頭嘞。哎，女生補身體是不是這個也很好啊？對。哎，它好涼啊，不用涼。好，哦，用馬哈伊的哦。哎，總不是。哦。像個槍拍出來殺個區別吼，看起來會變風嗎？哎，是很熱時間，哎，一般唔會啦，去小隔壁滾一下之後咧，給一點開水好。香球未甜味啦，嗯，好，而且你先夠你，好。或者天天那種，
哦，轮拍下去咧。这边做的戏目啊，做得用下做哦。用这个用下2、3英用下做。哎，该发财就拿酒捞家买个东西吗？哎，啊，春梅姐姐，哈，你凉沙系马上都报名的呀？适合。哦，你，然后你把姐姐抓来这样，你就问过去吗？有吗？有啦，你问过你吗？有。有哈，啊，你也是自愿来参加这样。对。因为为到该奖金哈，奖金都够哦。没有。give me five 呀，give me five。哦，好，好，等一下那个获胜的感言先想好来。好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一下再过来哈。好，那果然啊炒锅咯，管体的，用白，好呀，用白，来不来？跟用管体的呢。好呀，你要盘的好呀？呀。哎，好的。拿到给有吃条米吗？有。来提醒你一下哦，看一下该盖妞就熟嘛，因为刘协林刘师傅到了。你吃一袋看它有你要拔出来是嘞，拔出来不用来聊嘛。好，呀，可以的。吃一个最后的。发出来看它弄去嘛。你吃。不敢。可以的啦，熟了啦，你很油。可以的啦，好了，可以的。好。我吃一下看真的有熟无哦。那看咱吹盖嘞。哦，风调线撒狗哈。然后你那个呢？快点啊！加油潘都哦！该到，潘都该到。什么东西？潘呢？盘呢？这个给你，我切吗？要我切吗？好。我切小兔子哦。所以那台机也都会切了。嘿，按台机用我你切。你要很好管哈。哦，按用摆盘哦。唔是紧张，甜甜的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唔是紧张。就算记得讲听了，应该是不你继续做。应该可以的。好，关火了，手袋就关火了。好了，关火了。 6、 5、 4、 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打出紫色看下铁管地度，乃木卡米西较好食嘞。好，梯子料理嘞，2家都有7家嘅丰盛，你看，光是摆盘就不一样了。哎，这一道菜没比摆盘呢哈，那摆盘没动脑筋可是我们有秘密武器，有没有怪喜哦？哦，我们的秘密武器有盖卵哦，它就 tomato， 哎呦，它就该六炸系怎么该用的6大顺啊？6大顺，吃起来顺顺利利安用。好，来吃吃看呐哈。看看秋牛吧。这个紫苏有给这道菜不一样的生命力耶。嘿，俺冇想到该梅西啊。好，刚本身咱们吹了看啊。好，来试看看6大顺，来。好，我日听话讲一下，因为今面两头芝麻系嫩盖，所以个盖肉好日听话软。玉米鸡吃到哎，它那边的它入味，还有玉米啊哎，哈含。玉米，那你凉沙感觉诶，是较做个肉慢是吗？肉哈，怎么说？有嫩哈，它就因为我自家个盖肉系用软拍啦，所以我觉得也比较清爽。好食。但它们的味道我觉得很香醇。好嘞，紧张的时间到了，两位师傅哈，搞本你待会哈。好，提前先抢刘师傅抢本分数。啊！明智的抉择。来看一下真正名字的卢师傅强不复苏。哎呦，圈动名字啊！我做嘛无本风水样呢，因为加花椰菜绕两片的花椰菜，加花椰菜整件用玉米，嗨，又炒真的虽然加鸡柳啊哈，嫩度啦，不过加个拐细整件真的很整加分。件的加真的有分生命力的，真的对不对？对，拐细你的萝卜一定色唔到安尼样的米丝，好，加俩做萝卜很色的都安尼米丝，只是说加发出来玉米的土，米丝我莫们好像比较慢放。嗯。阿卢师傅讲过嘞，其实应该来注意咧盖牛啦，所以应该用枪把出来，睇嫩盖，伫咧边就是讲，伊可能切好细地，所以该要用轮拍啊、碾过，也是正常种煮的时间啦，可能好，可以啲啲嘟好嫩样嘅，一路其实咪冻嘅梅是正常落香布牛会好，细啲啲。
哦，然后遐呢，溜溜的检查听听，如果你也管理度、大家都有得到伊陪会支持哦。然后先休息一下，等下来做服上的，来看一下今日刘师傅带来嘛4个料理要教大家嘞。总铺素卤菜，好，今日刘师傅带来4个料理係乜嘅咧？青柠鸡米花，青柠鸡米花，青花菜，哦柠檬我已经挤，刚刚才挤的鸡蝶碧，腿，我切丁，蝶碧肉哎，切丁，嘿，我现在第一个动作，先把柠檬，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啱啱看過，該滷嘅是這邊嘅檸檬汁唄。嘿，檸檬汁必須錄一下。可是通常我想說，一般人家檸檬汁會加糖，會給它綜合一下。等下炒出來。這樣用雞肉冇太軟啊，哎，太軟了，酸酸的。哎，你要亂拍一啲咧就好。哦。來，你要準備靜置哈。好。備靜置，我準備同化出來。好。油。至少第二集大家都已經學到，搶車通了後勢要加油然後揚。對。你以前知道嗎？這個知道了，媽媽就讓人講。對。其實青菜大部分只要比較需要亮色的，我看你真的知道的差不多嘞。對啊，就表現出來還是。我們今年拍完之後，你就差女朋友而已。啊，真的呢。其實你要做得變嗰啲粉呢，落去黏黏呢，做得。我今年應該選擇梅餅，是紅豆腐食品唔好。哦。好。哎，會不會覺得我們都在節目當中，我們的肚子好像沒有飽過？對啊。特別是你。然後我還一直那麼肥。對啊。我講講吼，這個節目組很矛盾。佢講吼，把腔準備調配，咁講咧準備很多好食嘅東西。沒叫你吃啊。對吼。對啊。等一下就聽我嚷哦。一定會數。哦，來了，點啊，呢度。啊，夾溜啊，吼。拉拉，再會3個了。蝶碧肉，這個一定很好吃。用蝶碧肉。對。然後皮薄看。到現在，劉師傅還是不了解。我知道你很愛吃皮啊。對。你過一下油就好，唔好過重。我點麼？啊？要吸油嗎？不是哦。我是給你擦汗的。好，來。好，謝謝哦。摸。哦。咁可以全部加。一陣摸一啲嘢，摸全部摸按到。你要又香哦，不要又香。好辣！你變身了是嗎？你有屁到嗎？我剛剛是發現你的青春期嗎？吸一口氣。來，你先香水。好辣！好辣！驚天動人。該下要加埋嘅，冇看到。胡椒粉、糯米酒一啲咧。哦，你唔是咩水哦，你係米酒哦。加油不用水。這個我可以。又不用水。哦，還要加調酒。有一些咧，嗆一下給它就好了。你睇下白馬介東西啊？上白煙煙的啦。好。咁我哋一片冇關魚類呢。蠻會關，它可以流出來很會。哎，那個蒙古的帳包都是這樣子啊。長都在處內啊。真的。你看，這樣汁就流出來了。對。這樣子才有開口。對。才有活水。生命才有出口。才有活水。會流動。好，來完成。哇，好嘍，按鈕就後 C 嘍。剪刀石頭布。哦，讓你。剛才他們很有默契的用完。切片的嗎？破片還得噴的。好，那等一下給你切。好，等下切挑的嗎？還切塊。三角形。等下直接給你切。你要就糖仔，你要做嘅壽司嘛？會嘛？唔係味道會。唔會。好了，第二次料理經驗動獎哎哈，一題沒當後生，22對題目啊。哦對，先出題。好，題目係乜嘅？題目係
结婚的时节谁来出头发财，有乜嘅象征的意义？花椰菜。来弟，来弟，好来我抽很多了。青出于蓝 ，B 斗直斗顺。好，好这个猜拳一下。来，马上猜拳，来后退一下哦。好来，你看头前这位哦，好来来。躺哦哈。剪刀石头布。哦，张磊。刚才他们很有默契，比我们快。嘿，剪刀老布。好，你看，都在先呀，你看 A 呀，先 B。看一下哈，月娇姐 A 青出于蓝，青出于蓝，也系 B 斗直斗顺。你可以抢发车黑马干。第一啊，呛发财哦。那就先 B， 好，那道先 A。好，答案恭喜，答案係 B。发财佢系一类一类所组成的，象征的係传宗接代、斗直斗顺。哦。该 A 个意思是讲这个儿子比爸爸还好厉害啦。如果这结婚上不需要这个。青出于蓝客家话会不会讲？还有呛出依不然。是，这个叫做反对水来人高水。哇！今天很敬重的女神哦。谢谢。好，来，那我可以吃吗？因为问梁莎啊，我们可以分他们一点点吗？可以。可以。真的吗？这么大。因为我发现春梅姐没回答。你们先吃就好啦，我们等下再看看。那就吃饱。你们咬完，我们等下再吃。好，现在是不能抬价款的哈。有味道。好吃吗？因为打板应该是个口感应该是就是像盐酥鸡那样，我俩哈完全打开我的新世界。係嗎？啊唔會講法，嗰陣但係它凝龜吼，火鍋嘅干要被裸貼，我完全會反而增加它的 Q 度。對，外皮的 Q 度啦。梁莎姐姐，食起來有冇個感覺嗎？味道很好啊。梅頭凍河吼。啊，特别梅头是会加柠檬汁啊。对，讲到重点柠了。檬汁又加顺天梅头，又酸嘛，啊所以让你哦开胃，又会让你个钙牛的甜味哦来落样嘅。嘿。不说亚洲，我等下让看点啦。好。那前一关的时间1比1咯。大家各自拿到1分，有冇人拿奖金的有冇？有哈，有啊，加油咯！請叫人拿出你的真正本事咯。誰來進行最分美冠比賽？愛喜開族譜，用最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族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最咁嘅因為特緊張嘅殺亂混模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誰來進行最分美冠比賽咯？好，了解過後會舉起來料理是狼來了，狼來了，為什麼？因為就是楊桃，哇，榕桃，蠻有創意的，還不錯，想很久。大前呢，我就講過，也給到大蘭要到畢業啊，嘅水果最有名嘅哈。大蘭當有名嘅果子當中，唔過呢也給榕桃啊，一定要講一下，也當對時，對不對？這個時候一定要吃的，而且呢，因為也到畢業難用到空氣，還給也到畢業哦，也到畢業好嘅東西啊，然後種出來嘅榕桃全部都非常的好食咯。不然你吃看。哎，這個真的可以，等一下應該帶轉去看吼。要幹嘛？你下凍好些，俺去個凍好些個榕桃，補充一下。而且楊桃對我們來說很好。對，哎，你要顧好臉。含有嘅糖分不會太高，所以是減肥很好的水果選擇。對，真嘅係。啱哥拿下來做乜料理咧？我已經好像沒在意。今啊，會靠睇個做咧蜜桃排骨。蜜桃排骨。哦，是不是跟橙汁排骨？橙汁排骨，冇像同咧通式排骨啊、糖醋排骨咧概念，就是要排骨嘅通過啊、破過啊，吼，春做咧，但是煮咧用桃來煮得順天嘅醬，係炒樣嘅。哦，就像橙汁排骨一樣嘅要怎麼煮醬？醬啊，其實咧先炒嘅。有楊桃汁嗎？有楊桃汁，還有榕桃。係炒，後伊配到可能筍子啊、湯啊，後要每個幫伊配的，煮咧得醬，係然後排骨係小個燒呀樣嘅勾芡啊，對，係。好，要糖橙吼，做得冇？做得冇？做得冇？鐵人姐姐做得冇？好，用把因一個榕桃啊，食起來很好清甜吼。A 係泡咧變水 ，B 係浸到咧染水啲味道，好，所以 A 係浸到變水，然後 B 染水。
来，玉梅姐来猜拳好吗？好，两下斑马莎来猜拳，猜拳，斑马莎来斑。马莎，好。好来，剪豆沙头布，剪豆沙头布。哦，来势我选乜嘅 A 呀 B， ？B 拿走好，那等你好，就確定 key 到進來，你確定我哦？確定到不得了。好啦，轉過來，因為記得選 B，我就係做啲選 A 啦，吼。好，因為選佢選本 B 機選條咧，嚟啦。本機選條嚟啦。好好，答案公布答案哈，答案係 B。耶！點啦？你個做乜嘅咧？伊咧都係切一地地哈，依家送面哈，伊袂得染哈，好冇是進到個染水地袂毒啊，因為老了嘅用土嘅纖維吼去除啦，然後用土洗落哦，是會很好清甜。好，好啦，好飲水啊！咁排先，你如果得到一個90秒嘅廚師天數嘅哈，好，一條30秒，好唔怕，平時啲太清啊，叫我加嚟，油哦！我係鐵人姐姐。加油！誰來進行最杯迷館比賽咯？剛剛人家就糖酒牛做嘅 sauce 嘛，會嘛？唔到喂，唔好，咁又係人家成攞去湯係嘛？係湯湯佢都得攞先糖，冇就好，可以。就得。計時開始，哎，我不行，我來做。你說人家接力賽啦，接力開始咯賽，接你睇下力賽。點做啊？就你先湯一下，好，起兩片，湯一下就好我哋通解下下，係，通解下必熟你煮熟唔下，我必須熟，哎呀，切開嘛哈。係，加油嘛，加要注意冇拜託一下，前面呀最後係真件看唔會呢。是係醬料啊，最主要是醬啊，料。我們有廚師幫忙我90秒，還是我們那個都得用90秒就用。來做醬料要不要？哎嘛，姐姐哎嘛，做得啦，廚師天數人家哈，好哎，等下就老要先全部切好些，切好些過後呢調醬，醬料一開始就要先煮，對不對？等一下這樣煮下，因為要可以吹料真切好，用湯咪切好。哦，係，切好些過後呢，是做得做腳排骨啦，排骨會先處理啊。排骨我先破嘛哈。係，先破過。民主慢慢嚟裝哦。好，OK，切一下。有骨頭誒，這才好吃。咱來切排骨啦。係，因為你要先滷過，我上時間。好，叫麼？哦，等機，等佢要傾票來麼？錯。我是你下做乜嘅？切呢，羊頭，用湯，用咩切星星哦？用咩嚟？那個頭先切鐵。好，他們用咩來切？切片係嗎？破片還係盤的？弄得好。好，那等一下給你切。好，你要切條係嗎？係。還切塊？三角形。三角形，等下直接給你切。要切條係嗎？切片。對對對對。好。七、六、六、四、四、三、三、二、一，時間到了。第二棒。好，馬上來停一解。馬上。要來煮排骨咯，記得那咯。記得要排骨咯。好，就這樣切好。唔會啦，唔會重落啊。好。好，你先過嚟哦，好。好。你還有骨呢哦。哦，這邊好，那幾好嘅哈。快哦。過分呢哦。哎，那叫來用廚師天數嗌咧，要上班麼？沒人接。有上飯冇？姐姐，做得啦。那叫我兩下。你要做得㗎。沒有啦，唔好咧，他動大爽的。來炒㗎的。你看我們的實力堅強。你們也是切滾刀呢？對。誒，師傅，像你啊吼，日本經豆腐下嘅時節，你有冇來看出來好咧啊？好誒哈，現在又熟了呀。這個時候是不是要把火降低？係啊。啊，又又熟了，又。因為佢條還有個要煮過咧，要煮過一些因為要熟嘅啊，慢熟嘅，所以佢鋪一些才好排火對。好好吃哦！大人嘅用頭先同好食。婷婷的鋪啊，那你啃南河一片哦。等一下長過來幫明珠姐姐吃那個心哦。啊，對，這個我帶走好了。來，你來做排骨要入面，啊，做得炸嗎？冇熟呢。冇熟嘅炸邊熟啊？咩裝備安尼炒，冇炒。哦，挺太對了。我們姐姐真的很顧到形狀呢，因為像我哋該下就討論過哈，該用頭吼，小心哦。我們要用那個星星的形狀，哦，因為這樣子比較好看。
冻姜。时间哦，注意时间有哦。冇聽過冇？唔可以來屁股，你要摘。哇，我覺得你們沒問題，因為你們是超人。对，铁人。鐵人。嗯，汤拿来嘅，我要汤。湯。通，走的，让你拿嘞。好，你過嚟。哦。從呢個度啊。調呀。哇。有救生沒有？廚師幫忙哦。 What's happened？哦，灌佛的哦。冇關火。哦，在炖那个汁是吗？誒，睇保釣嘛？保釣了。保凍蛇哦，去睇保釣嘛？有咩水大火啊？啊，因为他们的还好喷掉啊，所以叫他地图會會唔熟。睇保釣嘛？好，要啦。第三改會玩哦。8、 7、6、 5、 4、 3、2、1。梅蘭姐，揾你。梅蘭姐來接先。三改啦。梅蘭姐，我到了，有冇接冇？一樣啊。哎，梅蘭姐，哎，你有救生沒有？廚師都係聽數唔住，你我要冇。好。我要冇，我哪叫用？等下。等下，係。等下，好好。基地。加雞點有冇加咯？迄楊桃子的水流竟冇加落去哦。可以嗎？很怕。甜甜的。我們在楊桃燉湯啊。那才好吃呢，味道。那才好吃哈。像個楊桃汁，咱就咧加嘛個檸檬嘅水啊，加嘛個湯啊。我用嘛。時間會到了。好，可以的。我用了嘛。哦，講一下，廚師幫我，講一下。廚師幫我。好，技師，係嘛？技師開始。這個好用哎。走對，抖落去啊！好用哎。抖落去餵它，倒進去。妹。泰國泰豬啊！哎，吃啊。68分嗎？哦，蠶豆。哦。好，给它收水。好，收水。你這樣講不好聽，要講收水。速水。好，可以的。我用了嘛。哦，講一下，廚師幫我，講一下。廚師幫我。好，技師。係嘛。好，技師開始。好。一個你摸按到水，等下。跳到水咧。唔同計係楊桃汁誒。等下甜甜的加。好。甜甜的，慢慢的搞嘅做湯。湯啊，蒜絲。老師，像這道可以加烏醋嗎？頭唔好，依家係梅頭摸強龍。哦。哇。因為在凍住嘅東西哈。他真的是客家廚師界年輕當中最閃耀的 bingo。香菜咧睇下伊點點不叫香味。哦。等下加啲切就擺到蛋糕。再給你。可以唔怕？好。佢唔會燒焦。哇，顯到一理起來哈，看真啦。因為而家味噌雞嗎？不是，冷菜。哦，就是要它的油度。還沒啦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做啲用講嘅，做啲用講嘅。好，聽手咧。梗係好用誒。走對，抖落去啊！好用誒。抖落去餵它，倒進去。妹。泰國泰豬啊！我倒到這邊的，比豬啦。好，你甜走啊，甜走。唔是緊張誒。緊要不免頭。有廚師幫我。好，廚師來幫我。忙啦，30秒，要節省用。哎呦，他另外一個鍋子嘞。拿下去了。要倒落去，要種就要炒入去嚟啊。好。哦，因為用料都炒蘑菇啦。應該做得了。做得多下來。做得多該便宜啦，係啊。你看月嬌姐姐哈，我們這個因為走盤之後該勁揚哈，生意所以我們做的這個排骨哦，4口大小。哎呦，比寶寶呢？用到
水。唔是油啊，跟唔是油，跟加个洋葱馅饼啊。系洋葱，对。还有料，唔会忘，哦，记得咯。哦，料是唔是加油嘞？那个是醋。铁人没问题的啦哈。嗯，多一点。哎，这个要甜。慢，对，要有甜，要有酸。酸甜。对，要有过甜过酸。这用途会先倒落去煨一下吗？真紧系拍做在信上呢。哦，你先够你哦，等下张够顿了。糖醋排骨。那边好吗？好，等下转过来哦。米稀有吃米稀吗？梅头倒去下，应该将熟体的时间梅头还没变啊。没有。有咸吗？有诶。很甜有嘿。嘎嘎。哎，刚才陆师傅就让你起狗哦。没去这个吃啊，昨天啦，这个吃啊。因為聽話咧係會好炭的，因為佢還未熟，所以我唔敢平調多。啊，你既然有加糖，你就可以慢慢加一點，該吃。没有。哦。這個係起狗吼，通去倒了。我们的好像已經差唔多哎。好了。有吃米湯嗎？有。哦，還你用出來。有滿意嗎？可以的。對嗎？可以的。好排骨的。可以收起來的。無人知，像無關你在做盤醋的呢？沒盤醋，之前有兩畝的肉味。好，我們都差不多了。本機走的。哦，應該產到咯。好，你可以改片看嗎？好。好。耶。怎麼看到你們好像把糖塞啲骨用菜哦，唔是用下去強下炒，等下最尾白糖。不要當過係啊。Give me 5一下，Give me 5。哎，冇俾你快，那有3升沒有做得用啊？我們已經要發表得獎感言。做得用哎，3升沒完。會溶嗎？30秒會溶嗎？月佳姐，把握時間哦。時間啊，時間咪到啦。來，冇溶未做得啦。冇溶未做得。幫我。好。廚師幫我。好。好，實啦。幾時開始？連吃啊。6點8分嗎？哦，產到。哦。好，給它收水。收水。好，收水。你這樣講不好聽，要講收水。速水。油水。哦，還有咖喱嗎？一滴滴的。點啲的。啊，我發現我們的有油量哦。油。 9、8、7、6、好。給它收水。 3、照了，照了。時間到。好，月嬌姐。慢，這個了解收它少一滴嘞。對。 好像很不錯哦。兩隊都不錯哦。跟星星真的緊緊動好看。等一下，跟星星哦，拿了一種白盤。好。倒數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打住嚟試試看，要最杯米一罐咯。哪部卡張係你嘅太中福咧？ 好了，这杯米一罐公正爷其实有一点挑战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大家拱西一斗，又要破，又要留给主中了。好，没关系，等下就来品尝看呐，都大家用头变出妈咪头哈。公正爷先来吃吃看呐。谢谢。好啊，谢谢。谢谢。我来记。好。我天哪，我的排骨赢了。又辣酸又辣甜。排骨很厉害。 哎，看外皮哦，又是掉脆脆的。低度行很多呢。因為整個水煮後，咱做得安脆哦，唔簡單的哦。有滿意嗎？我自家煮的。有。做得好，好比較一下，吃這塊冷水耶。來，哎呦，白凍醬，你看又是六大順，6隻香哦。凍性香呢。用米雞色嗆嗆哦。嗆，我感覺哈有下甜啲啲咧。較甜啲喂。個啥米湯冇樣樣，自家做有滿意嗎？有。好什麼？凍好吃。好吃。真好吃，我可以再吃嗎？可以。你們繼續講評啊，或接下來的步驟。就要有甜，要有酸。好，現場嘅時間到了吼，你時間先看劉師傅搶分數。啊？那就講你5盤嘛，盧師傅搶分數。哇！對，劉師傅搶公平。我做嘛本期樣面，因為今日米是排骨油糯米，今日片的肉無糯米，不過今日片甜香甜一些咧。
两片的蒜土木，两片的啊吼，两片的蒜土唔啦，加米丝起来，加个排骨，然后个汤汁米丝起来当它肚后啊。对，嘿，两片要煮好当好，切来当肚后大小适宜，按个强甜一些的，强甜一些的啦。杭州啦，很好食甜啦吼，唔啊，卢师傅讲一下。等还有用个种土的蒜梅啊，所以一片个蒜梅，然后冇只个切的好太地啦，它到去个排骨好太地啲啲的，同我个梅头哦，可能要腌梅啦，你可能很差一啲啲样嘅啦，最主要係用土个蒜梅，呢一片含冇按蒜，呢一條好蒜樣，可能要蒜絲的梅頭沒有檢查到。都說湯嘅出來，第一關啲都最主要就係米頭嘅檢查，都帶有較酸啲位啊，較甜啲位，國家冇享用。唔過呢，今日嘅成績2比2平數。哎呦，多平數咧哦！真的。來。恭喜馮翠得到1500元嘅加菜金。恭喜！還有咱村的總恭喜，就得到2500塊嘅加菜金。恭喜！什麼呢？有米子有關係嗎？有關係啊！要不要參加有乜心得？留幾隻樣樣兒講下。哎，收穫很多。樣板講呢？收穫1500塊。沒，還專一做的生活場所的老人家哈。哦，是，對，這回是太年了，是。好，梅蘭姐咧？中央啦，如果你來到學習呢如何啊？你會緊張對不對？一啲。唔過我有上過天山一百就唔是緊張。哦，你很貴嚟啦哦。也可能按這樣嘅成個成妹很歡喜。啊，會講會。恭喜！啊，我問一下，我們今天也有收穫很多嗎？收到1500塊啊！那大家講一下，今年有參加要歡喜嗎？有哈，有嘛個感想？拍條過。你一直擋到你美麗的臉龐。因為我收到150塊，我當歡喜上面唔開過啊。哦，好啦，今年吼，姐姐繼續動厲害哦，撈幾個姐姐強下來做出來，問一下姐姐啦，你係強龍係鐵人呐，來參加嘅心得係嘛個？本藝啊吼，咁講到親吼學過當道嘅咁嘅知識啊。俺妹讓你講，我們2個小時前就說好要先想好得獎感言。好啦，長輩你講一句，有好多東西有歡喜嗎？有，當歡喜。航班會來嗎？啊，這樣子你們天下無敵手了呢。不會。好啦，還有很多。有人啊比我也都合來。哦，航牌就機會兩組全走隊都報名啦。好，恭喜！謝謝。好，謝謝。哦，當叫我看到是平手的狀態呢。不過呢，真有發現到真係兩組做出來菜色，全部都平分秋色。不過最主要係睇住阿富上來學習，你就係你最歡喜看到的哦。係啊，所以假使吼，你僅僅係留在親姐妹、表姐妹、堂姐妹，還是你僅僅係除了姐妹之外，還係鐵人哦，全走隊嚟報名參加哦。冇唔錯，你家自助等等出現咯，歡迎大家來報名。你家自助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